大举朗读千家诗，我稍微推广协会制作王叔良音图，英才文教基金会赞助。黄河流，作者崔颢。昔人欲乘黄河去，此地空余黄河流。黄河一去不复返，别魂千载空悠悠。青川历历汉永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？雁破江上思人愁。最好是河南开封的人士，伫唐宪宗开元11年，也就是西元723年1/19岁呢，就进士及第。这伫当时呢是非常的罕见，就是因为少年得志，生性勤朴，唱情声色，振作青楼酒馆，又或者虎斗成性，几落摆娶某，几落摆休妻。后来伊愈娶呢愈少年，写作的诗篇呢，拢写男欢女爱，贵情朴艳，因此留下有才无幸轻薄之名。渐渐呢，也影响到伊的功名，拢伫计赞的官阶来铺陈。可能呢是生了线啊，也可能是顿悟，竟然时光遨游天下，历经真水变赛，荒芜之地，遂整个时空变得雄浑喷放，风骨凛然。这首呢，就是改变时空了。由黄河楼伫壁间所题佳作，当中有一段插曲，就是当时名满天下的诗仙李白，伊愿游历到这个所在，真侪人呢，请伊伫壁间题诗留念。当伊看完崔颢的黄河楼，迟迟毋肯来落笔，也呢想真久呢，才伫纸上写下。眼前有景写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所以后来呢，才有人纷纷传说讲，崔颢的黄河楼称呼一代诗仙李白，所以毋敢呢伫共一堵墙来题诗。其实这是见仁见智，只是黄河楼流传足快。即马各种的囡仔呢，拢会当朗朗上口，唯一美中不足。伊所读出来呢是国语发音，并无台语保存古汉语诗律的声韵，听起来呢，好像敢若像减少迄种声韵学的典雅优美。这就是咱用心来推广古汉语读诗的重点。这首受后来人赞赏唐诗最奇观的黄河楼，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呢？期待咱下回来分解。来，咱搁再来互相一遍。昔人欲乘黄河去，此地空余黄河流。黄河一去不复返，别魂千载空悠悠。青川历历汉永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？雁破江上思人愁。千家诗小研究，一史讲强进修，读书快乐哦。